蓝天白云，风甜甜的吹过来，国境之南嘅气力风光，声音之外，还充满热情嘅魅力。呢位係台灣，呢位係屏東。不過對前瞻嘅風光下，呢位很有熱風景觀，不論係天然成土、人土，莫做看到嘅全係黏黏嘅檳榔樹，喺呢度演講嘅錄景，第六對天氣甚至係家家戶戶差唔多都做，所以幾十年來，檳榔一直係當地最大產業。雖然攞10天比起來，種檳榔嘅收入就得高出10倍，不過也有人開始持能轉型，希望簽到還能有經濟效益，還能有空田概念嘅農作物。呢度看來有啲奇怪嘅果子，就係屏東呢位長度有人開始種嘅諾麗果。熱火火嘅南台灣有鐵道嘅水果可惜咧，唔講陰啲，從呢隻看來咩清醬嘅果子，佢按做諾麗果，因為佢有呢派托、大廈、當多嘅好處，所以喺屏東地區咪開始有當多人來栽種佢咧。雖然應用新粉果，不過因為咩清醬，對台灣認識嘅人食材特少，一隻梅頭前衝嘅罕見水果。名我按做諾麗果，全球分布嘅地區大多係喺太平洋附近，像係台海地、夏威夷、中南美洲、東南亞呢啲區域。到台灣墾丁、蘭嶼也有20%，全部種類超過80種。唔但將前應用，根據國內外嘅研究發現，具有豐富嘅多糖體，對人體也非常有好處。那這個多糖類，我們把它做試驗發現。餵老鼠可以增加免疫力，那這個免疫力，我們再仔細研究，用細胞巨噬細胞來做實驗，發現加進去以後，這些細胞就會長一些突刺，那這個證明就是吃到人體或動物體裡面，它真的可以產生這種免疫力。那另外我們也發現，這裡面有一些香草素衍生物，那這個從構造上來看的話，它會有消炎作用。來自熱帶地區嘅諾麗果，成分主要有多糖體、水溶磷、維生素。呢下發現嘅效果有抗腫瘤、消炎、降血壓、增強免疫力呢度。過去幾年一直有國外造新嘅果子水進口。按康健嘅水果，比起貴片嘅檳榔人，部分嘅農友所以開始栽種。高難度、刺龍面前地嘅武漢雜手，先因為北台剛剛鐵山嘅機，就係用諾麗果得名。幾年前人開始轉型嘅機，原單係做波卡事業種檳榔，不過一直持到人鄉空前到地圖嘅錄景，並唔係最好嘅地方產業，所以一直第一簽做得代替高火力嘅其他農作物。因為檳榔過去也係本種盤嘅炒作，一支價錢一支沒落。嗰含有體內嘅成分，慢慢地吸收嘅無益養分嘅時節，明年所屬嘅檳榔嘅產量減少，錢也減少，也有係啲危機啊！有人會講，佢今年所屬到嘅一半嘅錢，要拿嚟香港嚟轉投資，嚟前一啲替代農作嚟種看咯。應該也大概都有個講，也完全都不熟嘅品種嘅。也完全可以歸屬嘅，有個說要做起來成分能有拉白，因為也係講嘅強調係酵素成分。諾麗果對台灣主要有3大品種，長台特色分別有印尼種、台海地種、韓國原生種。因為印尼種果實大、果肉多、產期又長，所以變作最上火成本嘅品種。諾麗果果肉梅頭非常強硬，普通唔會拿來生切。經過摘收、洗過以後，會用發酵打面嘅方式，嗰做成各種嘅食品。因為係算高經濟作物，高廠絕對做唔得青菜。尤其係果肉，在打面過後，還能經過熱清又熱清嘅離過，讓做得到黏美嘅果子水。利用機器將果肉撈水分開，看起來唔係前難，
不过係個冇完整嘅洗過、發酵、後置，就冇辦法達到最抗甜嘅效果。雖然好處程度冇咁錯，不過諾麗果嘅煙味，普通人肯係冇辦法接受。雖然諾麗果對人體有程度嘅好處，不過佢食起來嘅味道實在係怪怪，甚至有啲辣辣。假如用本大家做啲接受機呢，所以千咩程度種嘅水果，結果咧2個字合起來係最合適、最本大家做啲接受嘅水果。為到本民眾做啲接受，前任咧夾擺之後，發現2個字攞諾麗果夾強下，最做啲出體簡單嘅味道，增加口感。所以喺屏東地區做出來嘅諾麗產品，一下就係2個字嘅口味最本分樣。係炸時間安尼愛向上安尼炸，吼，安尼向上炸，那麼安尼力量吼，甲個洗啊，按安尼，即係安尼炸下來，我用力安尼，能安尼麼粘到我安尼爛去，但係咧果實啊，都甲個磨，嘿，甲個磨品質都甲個磨啊。喺來到2個字嘅印度，看到大家人都開能接受，咪本人好奇，你係咪有乜嘅特別嘅意義？摘下去開下來，摘好睇路家咯，對一條樹嘅貢獻性。第二個，起起來腳嘛，個唔可以講保養啊，開到嚟摘起嘅夾佢換天，摘起人夾。唔但將開能接受，對果樹表示尊重，對人嘅度背來背去，貴人嚟食果子嘅釣饵，堅持有機栽種嘅飼養面，未有佢嘅看法。嗰個米澤生這個放起來也唔是孬種。只也能看表嘅生意又比朝向嘅，佢下心情也quite爽快，quite快樂。嗰個其實一項東西，你要種出一啲量起嘅，一就實得只一部分嘅。但係也要係講做有機嘅人嘅心態啊，要同人去共同共生。要係講，我可以同表講，哎，你冇散多，留是本愛哦。用土地來面對大自然，難怪會很對呢只係冇乜嘅人愛種嘅農作物來打拼。不過畢竟係新水果，都開始種嘅時節，面對大家嘅爭議，當然非常辛苦。你講嘢東西個出啊，吼，也有乜嘅東西咯，又唔像水果，又唔像食起來又唔好食。嘅他個人因為講有東西怕唔會改好啊。很辛苦啊，因為每天每一個客戶都要先跟他解釋嘛。消費者冇乜嘅了解，沃卡人很難煩惱。2年前100站喺沃卡時隔變動，改種諾麗果嘅飼養面。該兩時為了讓阿爸爭取轉型，就採取了引發家庭革命。新型嘅東西，佢冇認同。嗰時候佢參嘅講起來，一開始對。不是為超市的個機會相當多，各位兩隻也冇講話情形也有。個後面咯，我都講心中如是講，我已經有太嘅，我有我理想，我有我目標，我只有做一啲成果本看。嗰時候我會想講，一天要做俾出頭來，冇辦法同太人啥關係，會慢慢地會唔冇啊。那只有種到好起嘅，那會可以去改變伊。種檳榔嘅利順果。為阿爸接受轉做，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，所以想行出一條新嘅路，除了自家3萬栽種，去請學術單位停手，咪係一隻必要嘅途徑。台灣農民栽種農產品，梗係全世界都知當厲害。不過，用辦研發出呢個果子地圖有乜嘅成分，對人體有乜嘅好處，咪需要專家學者來停手3萬。為到研發很好嘅產品，從頭請教專業單位，變做飼養面重要嘅專業之一。尤其透過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研究所嘅長期研究，佢讓地圖用辦了諾麗果栽種到最好，甚至改良品種。不過對呢下市場上，還係進口嘅諾麗果子水下半分樣，輔導農民經驗嘅專家，咪希望呢隻現象做得改變。可能是。我們還是有崇洋的心態，就覺得進口的諾麗果可能比較貴，或者說比較有效。但是根據我們這種研究，台灣本土我們農民就可以種出很好的諾麗果。那我們的研究也顯示，台灣
诺丽果的成分不会比大溪地的差，甚至于我们农民可以照顾到这些成分会比大溪地还要更好。有了学术机关嘅证明，诺丽果嘅发展相对增加信心，所以两项研发出来嘅产品已经包含利片有合适嘅冷达果冻、简单泡嘅法国茶包、聚合应用嘅果汁水，甚至像係同一強用嘅果丁都前好有多用。不過問題係，但強而是更重因再種生產當然唔啦，用把老東西推銷出去，本漢啊當然了解各自係漢啊重要嘅事情。通路問題係最大困難處，因為要付出很多心力，做出很多產品呢，又係望人講來適當眼嘅東西，因為市場上也有外銷進口嘅很多嘅努力嘅產品，咁樣去來普及個品牌，也係目前我哋整個最大目標。諾麗果現在這個東西比較少，農民比較少去種它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組成一個班隊。所以現在就是說，農民他們本身自己種，然後等到有一定的規模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組成一個班隊，農會才能夠以這個來幫忙他們去運銷啦，或者是說做這個二級加工或者三級加工這類的東西。因為漢算係稀鋪階段，冇辦法有強大嘅自然填收。諾麗果農是做得27家，但做出成績個相應注意，其中嘅辛苦你想未啲。放棄咧溫田嘅檳榔轉作諾麗果，經過改良老生意照顧，飼養名嘅山脈已經開發。雖然唔係第一屆種諾麗果嘅農民，不過佢熱切學習研究，就係希望本地土還係有價值來生產抗旱嘅農作物。雖然呢一條路挺長難行，不過用堅持，相信絕對唔係一件做唔到嘅事情。